南市场第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16号暗时6点半登场。这届市长有5位参选，选会先依照抽签决定发言顺序，包括谢龙介、吴炳辉、林义峰甲柯中信拢亲自到场抽签。吴伟霆无伫时间内到位，由选会主委代替，所以无甲4位候选人共齐翕相留下记录。其中，谢龙介以全国调解88例枪支枪击案为一大焦点来攻击台南的重大治安，竟然无限期破案。对此，吴伟霆则认为是政治指导办案的操作，表达遗憾。现任市长的竞选总干事被开枪，还有议员被开枪，何等重要！结果到今天，院长、部长、署长跟市长，没有人要求限期破案。让我们的警政单位都觉得不大好意思，说请大家再给宽限几天呢。我想他们很努力了，可是台南市警力的不足也是大家都有的。我也要希望透过这个机会问问黄市长，为何你4年来对于警力不足这件事置若罔闻？虽然问题是一个单一事件，那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单一事件做政治操作的话，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抹煞了所有的检警、司法人员的一个努力跟他们的专业，一方面意图想要用政治指引指导办案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遗憾的。那我也这样也替所有的辛苦办案的专案小组的检警抱不平，因此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市选会16号举办市长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第一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甲民进党寻求连任的市长候选人吴伟霆两个人的架空攻击甲回应上受的注目。选会表示，发表会伫网络直播以后，17号暗时6点半，卖透过有线电视第3频道来转播，请民众收看。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